两天点点不是吐槽他的房间吗？妈，你照一下我这屋全景，谁能不吐槽？然后我答应说给他重新整，一直我给他拆了，床我也给他扔了，这屋现在都有回音了。点点还没发现呢，我还给他选那些粉嫩的小东西。咱先把这个地垫铺上，这颜色也太干净了吧！这个地垫等床来了，咱就放在床边。这是陪点点放在床上的一个小玩偶，他还穿了一身小睡衣。这是一张迷你的小床，还带个小枕头。猜到这是干什么的了吗？这是一个杯子套，这个准确来说不算是家具，因为这个是吸在衣服上。这是一个小秋千，到时候咱们给它挂上。收纳袋儿又是一个轻松熊的收纳，后面是这样的。噔噔，小地毯，这是一个小的化妆包，到时候咱就让点点放进去，里面是这样粉嫩粉嫩的。这么多轻松熊是想让点点轻松一点，这个比我想象中大呀！这也是一个地毯，这是一个抱枕。你们说点点能喜欢这么粉嫩的颜色吗？这个抱枕好像一个饺子，手感很软。这回他总不能吐槽了吧？刚才竟然落下了一个轻松熊的小托盘，最后一个粉色的毛毯，下面去摆些小球球，这个就给点点拆吧，多少咱给他有点仪式感。